即摆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5月1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5篇，民数记第8章第5节到22节，提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圣洁。当摩西第一届拄着上帝了后，伊想要接近上帝，上帝就甲伊讲，爱脱掉骹顶悬的鞋仔，因为伊所徛的所在是圣洁的。这个代志也影响着未来这个以色列人服侍上帝的态度、制度甲标准，特别是祭司因要服侍上帝的时阵，必须要先洁净家己，才会当亲近上帝。有一寡教会，现在教会嘛规定，要上讲台服侍的人，就一定要脱鞋仔，就是受这种的概念的影响。但是对现代人来讲，因并无认为讲脱鞋仔就一定较清洁、较卫生，因为可能检测现代人有这个骹会臭，所以讲台顶悬是毋是需要脱鞋仔，也无一定是就爱安怎做啦，无定论啦。民数记第8章第5节到22节，记载着利未人的洁净礼。圣经里讲，利未人的洁净礼甲奉献礼。上帝对摩西讲：你着将利未人对以色列人的中间分别出来，甲因洁净。你着按照安尼甲因来洁净。用除去罪的水，也伫因的身躯，佮甲因用剃头刀剃全身躯的毛洗衫，安尼洁净家己。后来，因着取一只牛仔，甲草油的幼米粉的素祭，你嘛着用另外一只牛讲来做赎罪祭，你着带利未人到伫会幕前，佮组织以色列全会众。你带利未人来到上主面前，互以色列人甲因换手。阿伦着将利未人对以色列人的中间分别出来，做特别的礼物来献互上帝。按安尼。恁才会通办理上帝的事务。利未人着换手伫因遐的牛犅囝的头壳顶，你着献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烧化祭献互上帝，为着利未人赎罪。你着互利未人徛伫阿伦甲伊的囝面前，将因做特别的礼物献互上帝。安尼，你将因对以色列中间分别出来，利未人就归属我。你甲因洁净，献做特别的礼物，对因迄时起，因就通入去伫会幕侍奉。因是以色列人中间完全献互我的，我互因归属我，代替以色列人所有的头前仔，因为以色列人中间有头前仔。也是精生，拢是我的。我伫埃及拍死因一切头前仔生的迄日，已经将以色列分别做圣归伫我。当经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的头前仔囝，我对以色列人的中间指派利未人，帮赞阿伦甲伊的后代。伫会幕内为着以色列人侍奉，佮为着因来赎罪，才免以色列人因为徛近圣所有罪会临到因。摩西、阿伦甲以色列全会众
就对利未人安尼做。上主对摩西所讲关系利未人的命令，以色列人拢照安尼做。利未人就洁净家己，洗因的衫。阿伦将因最特别的礼物献互上帝，佮为了因赎罪，甲因洁净，然后利未人入去，受着阿伦甲伊的囝的指导，伫会幕来侍奉。上主对摩西所讲关系利未人的命令，以色列人拢照安尼做。服侍上帝的人必须爱先洁净，也是圣洁家己。然后才会当亲近上帝。彼得伫彼得前书第2章的第9节嘛讲到，被拣选的来服侍上帝的人是真尊贵的祭司，是圣洁国度的一个分子。保罗也安尼讲，对提多来讲这个第1章甲第1节到第9节，伊安尼讲。我是保罗，做上帝仆人，甲耶稣基督的使徒，受选派来帮助上帝选民的信仰，互因认捌下伫敬虔的真理。这个真理是互咱对永远的活命有仰望，就是袂讲悲惨的上帝伫万世以来所应允互咱的。伊伫时机成熟的时阵，通过信息的宣讲，将这个来应允显明出来。我有受托，奉咱的救主上帝的命令，宣讲这个福音。提到我写这个批互你，伫咱共同的信仰，你是我真的囝。愿被上帝甲咱的救主基督耶稣赐你的稳定甲平安。提到伫克里特的工作，我甲你留伫克里特，是要互你处理还未办清楚的代志。佮照我所指示的，伫逐个城市选派人做长老，做长老的着无通辞职，只有一个某，囝儿拢着信徒，拢无人控告伊是。放荡还是毋顺服？教会监督既然做上帝的管家，一定着无通辞职，无自高，无歹圣地，无酒醉，无香博，无贪财，着熬款待出外人，熬做好事，守纪正直，圣洁准则。伊着坚守这个迄个通课符合伫教义的信息，安尼才会当用健全的启示来勉励人辩倒反对的人。所以保罗并明白来劝勉提多，伫所有服侍上帝的人中间，必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安尼才会当亲近圣洁的上帝。彼得话并毋是基督徒讲偌圣洁吼，伫彼得前书所讲的偌尔高尚，乃是因为咱要用上帝的本质来亲近上帝，来服侍上帝。诗篇115篇，独一的真神上帝，上主啊，阳光只有归乎你。只有归乎你，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心，愿阳光归乎你。你若要互外邦人讲，因的上帝伫叨位？阮的上帝伫天顶，拢照伊的旨意做代志。因的偶像是人手用银用金铸造的，因有喙袂讲话，有目睭袂看见。因有耳孔袂听见，有鼻孔也袂闻到；因有手袂提，有骹袂行；因嘛无用嗷出声，因做因的，我靠因的，拢甲因共款。以色列人，着我靠上主，伊是你的帮衬，你的盾牌。阿伦祭司的家
着我靠上主，伊是恁的帮赞，恁的盾牌。恁敬畏上主的人啊，着我靠上主，伊是恁的帮赞，恁的盾牌。上主关心咱，佮赐福互咱，要赐福气互以色列的家，要赐福气互亚伦祭司的家。敬畏上主的人，无论是大小，伊要赐福互因。愿上主加添恁的人数，加添恁甲恁的子孙。愿创造天地主宰赐福去互恁。天就属上帝，伊将地赏赐互世间人。世人袂话称赞上主，落去永远静谧的所在的人嘛拢袂。总是愿要称赞上主，对现在直到永远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求主你帮助阮追求圣洁的生活，互阮会通更较甲主来亲近，来服侍主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